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下。你从单车节年纪中了头写的送没？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苏和，大家记老着黑几眼，头马的老的公民弄的能下就这些。下用，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。这乱插播，这乱插播。目不转睛，目不转睛。密接的打，密接的打。敞开，敞开。这把，这把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。你女的路来些年恰些啦，密接的打瓦耶。你女的路来些年恰些啦，密接的打瓦耶。同学们，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俺自己头嘛名字啥巴了几打？名字啥巴？恋恋不舍。长得没吧？新奇。杨倩见。功能。女吧？我恋恋不舍地下了网，心思还在那神奇的网络世界里。你们的人的找我过接中，先上吧，大众杨倩姐找我动站没？可不是嘛！过去给我国外的表姐寄一封信，对方要好几天才能收到。现在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，对方只需要几秒钟就收到了。我嘛是，俺这社交的月饼阿姐了，陈一句过那样，娘开始吐的。但从路灯车刚那个呢，嘎嚓开始弄吃的呀。听说那电子邮件不但快，还节省纸张，保护环境呢。路灯听上去有个门着啊嘛子，可以伸手了骗的些啊。是啊，它还有好多功能呢。虽然有时候我恋恋不舍地下了网，可我的心思还在那新奇的网络世界里。是，对了，大众你把蒙不约的，干个的，你们的人的大家国家那样，先把大众杨倩姐姐找为你对了林中多啊。网络世界太奇妙了，但不要沉迷于网络哦。找我杨倩倩用，对了，瞧也欠你妈的。对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，体会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。是，对我嘛是，在这老早前，若我们了骗全部都也是，在这当西亚人的用的的呢，该全部现在的你啥不稀罕啊？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，长大后当网络专家。俺是你爸的老兄别珍惜你。姨妈找我开把一些个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家记，第一个名字啥皮个搞定了记得。他念这些，恋恋不舍。恋恋不舍是形容非常留恋、不忍离去或者不愿意舍去的意思。长得没把呢，用主笔看这么着完了些。新奇，
新奇就是新颖、奇特的意思。杨倩姐呢，学动活动门着为检查技能，拍的熊娃那些。功能，功能是指事物的功用和效能。女把呢，像你这些列动陪你那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这里个名字三班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恋恋不舍，恋恋不舍。战队灭霸，战队灭霸。新奇，新奇。杨倩见，杨倩见。功能，功能。女把，女把。我恋恋不舍地下了网，心思还在那神奇的网络世界里。我恋恋不舍地下了网，心思还在那神奇的网络世界里。你们的人的找我过接中，才上把大众杨倩姐找我动站没？你们的人的找我过接中，才上把大众杨倩姐找我动站没？骗子节目节话。老主错，对人个名词三班那些二群，大感觉话那作业写错了就一两句。我个他年道理，战队没把西巴的公演咋个，且去三路什么东西练就。呀，老主错，且去练用大把的工人，嘎，战队没把，要想练这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这里路边他年三把的到下中这些。恋恋不舍，战队没把。恋恋不舍，战队灭霸。新奇，杨倩见，新奇。杨倩见。功能，女把，功能。女把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这里我记他年三班个中业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战队灭霸。杨倩见。女把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这里个老师的年长教练员打对目机。